好，先把这个带上。还得听歌，催眠我。VR。消叫耳机，超过80分贝的噪音，可以强制把你唤醒，希望你用不上。好，那咱出发吧。在这儿啊？这其实有点特别。切记，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。这是你们组织的 slogan 吗？跟我学就行了。击掌，不至于吧？赛前还得互相鼓励，打。